投資大師查理芒格講過，人之所以窮，唔係因為佢賺錢太少，而係因為佢花錢太多。呢句話聽起嚟好殘酷，但係卻好現實。這個世界上最荒謬的事之一，就是人們努力賺越來越多的錢，只是為了能花得更快。我認識無數高收入的人，醫生、律師、銀行家，他們每年賺幾十萬美元，卻比那些年薪6萬的工人更焦慮、更破產。為什麼？他們把生活方式當成一種地位競賽，他們的房子越來越大，車越來越貴，假期越來越遠，而賬戶餘額越來越薄。他們不理財，他們在表演成功。你知道咩係真正嘅財富呢？唔係年收入，而係你能夠喺唔工作嘅情況底下，仲能夠活幾耐而唔慌。節約唔係吝嗇，而係一種紀律，一種慾望嘅清醒掌控。查理芒格年輕時候住嘅屋，比佢後嚟好多佢手下嘅員工都要舊。佢話嗰間屋讓我瞓得更舒服，因為我知道我擁有嘅唔多，但係我欠嘅更少。節儉唔係壓抑生活，而係拒絕浪費生命喺虛榮上邊。巴菲特一直住喺1958年買嘅屋裏邊，呢一個唔係名人傳奇，而係理性。大家要知道，財富增長嘅關鍵從嚟都唔係賺得更多，而係花得更少。你冇辦法控制市場，但你能夠控制支出。你唔能夠預測回報，但係你能夠防止透支。而家好多嘅年輕人使第一筆工資嘅速度比佢哋賺嘅速度仲要快。佢哋話錢係用嚟享受嘅，事實係等冇錢嘅時候，你睇下仲有邊個喺度享受先？節儉唔係反對享受，而係要懂得延遲滿足。你要知道咩時候使錢，點解使錢，幫邊個使錢。因此你要明白，一個人能唔能夠富有，取決於佢能唔能夠抗拒愚蠢嘅花費。現代社會鼓勵消費，因為有人靠你嘅衝動發財。廣告業嘅整個商業模式就係要你忘記理性，叫你以為幸福係可以通過買得翻嚟嘅，以為自我價值就等於標籤嘅價格。而理性嘅人知道幸福唔係買翻嚟嘅，係通過簡化出嚟嘅。當你學識區分想要同埋需要，你就開始走上真正嘅自由之路啦。節儉係福利嘅前提。如果你每年都能夠存低一啲錢，咁錢就會替你工作；如果你每年都透支，咁債務就會替人哋工作。呢個就係區別。同樣嘅時間，一個人成為僱主，另一個人成為奴隸。你唔需要成為天才嘅投資大師，只要唔浪費、唔炫耀、唔被廣告牽住你嘅鼻哥走就得啦。財富唔係你賺嘅數目，而係你留住嘅能力。賺得快嘅人唔一定富，但係能夠守住錢嘅人一定會富。節儉唔會幫你一夜暴富，但係佢能夠確保你永遠唔會到零。好多人搏命追求財務安全，不過佢哋永遠都唔安全，因為佢哋將安全感建立喺外部環境上邊。你想要穩定嘅工作、上漲嘅股市、友好嘅政府、低通脹、好老闆，但你要知道呢一切都唔屬於你。安全感唔係喺銀行賬戶裏邊，而係喺你嘅腦袋裏邊，喺你嘅判斷力、你嘅自律、你嘅心理韌性裏邊。最慘嘅人唔係窮人，而係嗰啲以為自己安全嘅人。佢哋有房有車有股票，卻一啲抵抗力都冇。當危機來臨嘅時候，佢哋比邊個都驚得快。而真正嘅富人，哪怕係身無分文，亦都能夠東山再起，因為佢哋懂得點樣思考，點樣等待。佢哋唔係靠運氣生活，而係靠理性系統生存。富有唔屬於有錢人，亦都唔屬於窮人，而係屬於每一個知足嘅人。